點睇都唔似，不過藝術嘅嘢我哋識條鐵啦。我唔係喎，裏邊一格格有晒成寨嘅不同嘅故事喎，係一個藝術品啦。7月1日，香港迎來回歸祖國28週年的重要時刻，慶祝活動特別多。九龍城區各界慶典委員會在啟德車站廣場舉辦龍城慶回歸燈飾展。燈飾展分5個主題，打造一場展現香港繁榮與家國情懷的視覺盛宴，吸引數千市民及遊客共襄盛舉。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主辦的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8週年系列活動啟動禮及星耀紫荊慶回歸紅館晚會，多位知名藝人及表演團體獻上精彩節目，演出涵蓋歌唱、舞蹈、武術、霹靂舞等。啟動禮結束後，6000多名現場觀眾觀看了星耀紫荊慶回歸文藝晚會。香港特界慶典委員會熱烈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8週年系列活動正式啟動。俾多掌聲我點解？命運就算顛沛流離，命運就算曲折離奇，命運就如果說你曾活過我的天，我願活成你的願。九龍社團聯會舉辦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8週年慶祝活動。九龍城區各界慶典委員會舉辦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8週年九龍城區文藝匯演，九龍社會各界賢達參與，與市民街坊一同分享香港回歸喜悅。今年香港慶祝活動特別多，優惠也非常多，特別熱鬧，呼籲大家來香港玩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